乡亲啊，讲这个米塔风台的中心，阴暗的8点到9点，真有可能会为宜兰的南阳溪以北到这个东北角附近来登陆，所以宜兰的雨会落真大。为这个宜兰往台北的客运甲火车拢停驶咯，这个苏花公路一时一阵冒石头连落来。咱要请记者蔡月玲甲咱讲宜兰即摆上新的状况。 好，主播，我们现在在苏花公路的宜兰段路口处哦，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其实呢，苏花公路呢稍早就有传出有落石坍方哦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，上面的黄色字体呢就提醒呢，行经台9线时，苏花公路要注意要小心落石哦。不过公路总局也提醒哦，如果真的是没有事呢，千万不要走旧的苏花公路，而且不止苏花公路呢，其实呢，因为呢气象局就有公布豪雨的部分是属于紫爆，而紫爆就是属于超大豪雨的部分，所以自从有这样子气象局提醒之外呢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呢，包括像是国道客运，还有像是火车呢，苏澳火车站的火车现在都已经停驶了，所以有不少民众呢要来的时候呢是不知道停驶，所以不知道应该要怎么要离开哦。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在宜兰苏澳的部分呢，不时有豪大雨出现哦，所以民众呢要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小心。那以上就是现场最新状况，我们将现场还给主播。